给巴掌，三弟说巴掌囊了，水熊什么熊有？三弟说巴掌囊了，我给婆婆熊有。这打了说呀了，本年拉家马拉囊穷，拉家说三了，送年让有的熊了龙着，拉家说三了，送年让有的熊了龙着。看吧呀，有了个熊了拉萨谁给了巴掌？谁给巴掌么囊了？的谁有谁马了有有？谁给巴掌么囊了？但我这婆婆了有有？这打了呀了说不你拉家马了你囊穷。拉家什么送你的那也用来你弄着。谁有谁马来有有，女的把丈母娘啦，她真正怕马来有有，记得了呀啦不你说想用马来你囊穷，想用谁啦送你的让也用来你弄着，看吧，说呀有个中热啥爷爷巴掌，爷爷。这囊了水熊什么熊有？爷爷说把这囊了中国中么熊有？家大了说呀了本你说长马了囊穷，说长说当一囊能让有的熊了龙着，说长说当一囊能让有的熊了龙着。看吧呀有了个熊了拉萨爷爷了巴掌，爷爷巴掌么囊了，但是有谁马了有有？爷爷把丈母娘啦，他捉活捉么了有有？家大呀了说不你，我说上马了你囊穷，说上